继续来到中华新港，有一个卖咸糜的阿嬷，伊自细汉带大汉的19岁孙仔，因为牵涉到诈骗，互中国来拘留。阿嬷是真担心，想要伫个农历过年前到中国去看孙仔。为了要趁这个机票钱，伊天也袂光，就透寒来卖糜，讲一工会当欠300块。啊，你遮早就来买哦？对啊。天也未光，气温差不多10度左右。中华新港的咸糜阿嬷73岁呀，大家嘛是4点起床，5点就出门摆摊卖咸糜。趁偌济？哦，这半桶，啊，这1桶，安尼挺好趁偌济，嘛卖了安尼。卖了头300外。1桶半咸糜，阿嬷算亏会当卖超300，不过扣掉水电钱、雅俗钱含材料费，赚的无偌济。你应该有想要去啦吼，费用来甲你斗帮忙好无？好是好啦，互人收伊钱。咸糜阿嬷思思念念，想要飞到中国山西，因为19岁孙仔是伊小饲大汉的。去年飞到泰国，人着碰见300外工，直到前一阵仔，阿嬷收到这封来自中国的航空批，经过海基会证实，伊的孙仔涉嫌诈骗去掠着，人着伫咧山西区公安局啊，所以阿嬷逐工拢伫咧赶到正入过来透早，为咸糜总路费，就是为着要伫咧过年前会当飞到中国，看到宝贝孙一面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